哎呀，那他妈的这一点嘞，是吧？那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格西拉，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所谓的浊世，或者是说现在所讲的呢，就是末法时代。那因为是五浊恶世以及末法的时代呢，那听说我们修法的障碍呢，为缘会比较多。那是否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希求解脱以及一切骗智呢，会变得困难？那有听过另外一种讲法呢，就是说正法呢是不会幻灭的。所以想请问格西拉呢，就是哪一种讲法呢才是正确的？那格西拉就回复到说呢，就是虽然说现在是所谓的五浊恶世，也是所谓的末法时期，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呢能够好好去行持的话呢，那同样就是去获得解脱跟一切骗智呢是一样的，并不会说现在是末法的时代，然后呢你去修持呢，你要证得解脱或证得一切骗智呢就比较困难，并不会这个样子。那至于说世尊的圣教呢是否会衰灭，那这个就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来说好了，就是从地球的历史或者说佛教历史来看呢，就是佛教它是有兴盛跟衰灭的时候，就是以导师释迦世尊出世的时间来说呢，就是从世尊出世以后呢，那世尊有受记到说他的教法呢可以住世5000年。那在这5000年里面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修持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一方呢能够好好的去修持，那无论是你要希求解脱，或是希求一切骗智呢，只要你自己能够如理修持的话呢，那不论说是在正法，或说是在末法呢，那你都是一样是可以获得解脱跟一切骗智的，并不会说因为末法的缘故呢，所以你要证的这个果位呢就比较困难。那唯一有差别呢，就是外在的环境。所谓的呢，就是你的顺缘或是修法的助伴呢，可能会有差别。你可能修法的助变跟你的顺缘呢，不会像正法时代这么的资源这么的丰富之外呢，那以自己修行来说的话呢，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你自己能够精进不懈，然后呢，是不会在末法时期修行呢，是不会比较困难的。那至于说正法会不会衰败呢？那就是有问到说，听说正法是不会消失的。那这个是以一般来说，一般呢就是正法是不灭的，因为呢就是佛陀的法身跟化身是遍一切处的。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那正法它当然是不会衰败，不会消失。但是以个别的地区、个别的区域来说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地球上的话呢，那以地球来说的话呢，在地球上，那世尊的圣教呢，还是会有衰败的一天，还是会有消失的一天。那虽然说就是圣教会有消失的一天，但是呢，就是在圣教尚未消失之前呢，你只要能够自己从心绪里面呢，好好的去努力修持的话呢，那无论说你想希求解脱，或是希求一些骗智呢，那都还是可以获得果位的。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我们讲到了下士道。那在讲说正修下士道的意乐的时候呢，又分了就是4个科判。那第一个呢，就是视为念死无常；那第二个呢，就是视为三恶趣苦；那第3个呢，就是讲到说修习皈依，以及第4个呢，就是对于业果呢升起信任。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就是念死无常的部分。那在讲说念死无常的时候呢，我们透过了就是3种根本，然后呢9种因相，以及呢最后呢会升起3种决断。那把这个3根本、9因相以及3种决断呢，我们把它收摄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分为就是我们能够去安立的原因，就是能力的因，能力的原因。那以及说我们呢所要安立的，以及最后呢我们所获得的果呢是什么？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能成立的因，能成立的因呢在3根本里面，在9因相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前面3个，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透由思维施主决定当来呢，持复无缘能令却退，还有思维寿无可添，无间有减。那还有第3个呢，是为生时亦无闲暇修行妙法决定使者呢。那透由这3个原因呢，我们能够立什么呢？我们能够成立出呢，就是决定使。那成立了决定，
就是我们所要安利出了决定史之后呢，那最后我们所获得的果是什么呢？那最后心绪之中我们所成的果呢，就是决断呢我们必须修行正法。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能成的因是什么呢？第二个能成的因呢，就提到说我们要去思维到南瞻部洲呢，寿命呢是无定的，就是它寿命是没有固定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思维到说死缘极多，就是会让我们死去的这种因缘非常的多，那让我们存活下来的缘呢非常的少。所以第二个是思维死缘极多，活缘极少。那第三个呢，就是思维我们的身体呢是极为的脆弱。那透由呢这三个能成的因呢，我们能够成立什么呢？能够成立到说就是死无定期。那成立死无定期之后呢，我们照这样去修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呢？就是可以心绪之中能够升起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我要修正法。那以及第三个能成立的因呢，就讲到说思维到就是亲情无益。然后第二个呢，思维到我们的受用财富无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思维到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无益。那透由这三种能成立的因呢，然后我们能立什么呢？我们能够安立到说死的时候呢，除了法之外呢，其他对我们都是没有帮助的，所以能够成立到说死时除法而外，与皆无益。那透由这样的思维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获得什么样的果呢？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升起就是唯有修行正法。那就是说，这三根本九因相及三决断呢，我们收摄呢，就可以把它收成就是能成立的原因，那以及说我们所要安立的，以及最后呢，你安立之后呢，所获得的果。那上堂课呢，我们最主要呢，就是透由三根本九因相呢，然后来阐述就是死无常的道理。那这边呢，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修习死相。那在对于说修习死相，就是修习呢，我们临终的时候会怎样？那这个教授呢，就是在无论是广论或是略论里面呢，是没有这一种教授。那在其他道次第的教授，像是掌中解脱或是一些关于道次第的一些笔记里面呢，那是有讲到说，就是我们也可以透由修习死相的方式呢，然后来帮助我们呢，就是思维念死。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属于经验引导的教授，就是属于上师的这种口传的教授。那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呢，我们要去思维到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对于正法呢，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修习。那这一世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去思维正法的话呢，那我来世呢必定呢堕入三恶趣，然后会感受到无边难以忍受的巨苦。那为什么说今世呢？为什么说我来世呢必定会堕入恶趣，然后去感受这种难以忍受的巨苦呢？因为呢我并没有好好的修法。那以我们来说呢，我们受了戒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持守，所以每天呢都会犯下呢无数的罪堕。那以这种方式来看的话呢，那我们来世呢，就是唯有堕入恶趣之外呢，并没有其他的方法。那以我们来说，是以现在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好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于死亡呢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即使身边呢有很多的亲人或是好友呢，他都已经死亡，或者说呢，在医院的时候呢，看到许多的病人，或者说许多人呢在医院里面呢就往生了，但是呢，我们虽然看到，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就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然后也不会透由这种因缘呢去意念死亡，也不会透由这个呢去思维死亡。那我们大部分呢，即使看到这些呢，内心也没有特别的感受，那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是贪求世间的这些受用，然后呢，只想为了自己的安乐呢，然后不断的去累积自己所想要的财富以及名誉等等。那这样子过了数年之后呢，当有一天呢，我突然遇到了就是疾病，因为身体不适或是各种因缘呢，然后生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才会发现说呢，我的皮肤呢，慢慢的变得不光滑，那身体呢，越来越没有力气，那饭呢也吃不下，然后呢，随便动一下呢，就会觉得说全身都是剧痛，然后呢，手跟脚都没有力气，然后吃药呢，好像药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然后请别人帮忙修法呢，好像修法之后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然后呢，就只会觉得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呢越来越糟糕。那
这样越来越糟糕的一天呢，最后所要面临的呢就是死亡。那我们可能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想起说啊，我要是今生呢有好好修法的话呢，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子后悔，因为呢，我今生要是有修法的话呢，我来世呢必定可以获得安乐。但是因为没有修的缘故呢，所以现在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想念呢自己今生呢所累积的这些财富，穷尽一生的力量呢所积聚的这些财富，还有名声呢，然后想到呢要和这些一生呢自己所努力获得的这一些东西呢，看着他们呢，然后内心想到要和他们分离呢，然后内心呢就感到无助，然后呢也感到后悔，然后也感到失落，因为发现说这些东西呢对自己都没有帮助。但是这个时候再来思考呢，已经太晚，来不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现起一个想法说啊，要是我现在病好了之后呢，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去修行。虽然说我们可能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呢，才升起这样子的念头，但是呢，这个时候升起这样的念头呢，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呢，然后慢慢的呢，就是发现说我们的呼吸呢越来越急促，然后越来越短，然后最后断气就死亡了。所以可以透由平常呢，也可以透由这种方式呢，然后来意念死亡。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修习死的这种相状，修习临终的相状。那我们透由思维念死无常之后呢，那如果说去做这样子的休息之后，我们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果呢？或者说就是什么叫做我们心绪里面呢，已经能够升起了思维念死无常呢？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我们对于其他人呢，就是无论说是自己看到，对于说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或者说你所认识的，或者说呢这些有名的人，无论说我们自己亲眼见到，或者说呢听到呢他们往生的这些消息的时候，就是临终的这些消息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做思维，就是说总有一天呢我也会和他们一样。那这个呢是一种很扼要的修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修行的扼要，就是我们唯有就是看到别人临终或者说别人死亡，然后透由此呢自己要去在的思维，在的串习，想到说自己有这样的一天。那透由这样的串习跟思维之后呢，那我们就想到说，因为呢，我总有一天呢也会死亡，所以对于我今生的生财受用呢，我不应该去贪求它，因为这些生财受用对我临终的时候，或者说对我的来世呢，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呢，我不应该去贪求所谓的生财受用等等。那唯有呢，就是维修正法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如果呢，我们能够透由念死呢，升起一个真的今生呢，就是维修正法的这种心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们透由思维念死无常呢，然后所获得的一个修行的成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科判。那请看到《安乐道论》第12页的最后一段。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我们要去思维呢，就是恶道的痛苦。那就是其次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讲要去念死无常。那这边呢，就是讲到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思维恶道苦。那在思维恶道苦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要先观修呢，就是顶门呢，就是有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就是我们在做任何观修，在做任何法类的观修之前呢，一定要到在顶门呢，就是观想有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那在观想了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在顶门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做这样子的思维，就是呢难得而得的这个义大的暇满圆满身呢，就是非常难以获得，而且呢具足义大的这个具备了8种有暇，然后10种圆满的这个暇满身呢，那何其数灭，就是它其实呢是很快的就会消失，很快的呢就会不见。那在消失之后呢，我们这个暇满身呢，就是消灭之后呢，就是灭除之后呢，并不会消失变成无。意思就是说呢，虽然说我们的身体呢已经不见了，但是呢，我们心的续流呢，它是仍然呢会继续的投生，所以它并不会呢变成没有，然后仍需投生。那我们投生的地方呢，就是除了恶趣跟善趣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地方了。就是我们能够投生呢，要么就是投生到善趣，要么就是投生到恶趣。
那如果是投身到恶趣的话呢，会有怎样的痛苦呢？那我们知道说，恶趣呢分为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呢这3种。那如果说投身到地狱道的话呢，那就讲到说有像是冷和热，因为有热地狱和寒地狱等等呢人类的痛苦，然后还有说加上其他的这些痛苦。那恶鬼道呢，就是除了饥渴之外呢，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痛苦。那畜生道的痛苦呢，最主要就是愚痴，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吃一个的这种痛苦。那所以无论是投身到哪一个恶道呢，那它的痛苦呢都是不可思议，就是难以衡量的痛苦。那在这里呢，就是安乐道论里面，它关于视为恶趣苦的部分呢，就是非常的简短。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就是再把这个内容呢稍微就是做广一点的方式呢去做思维。那就是一样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在修习思维恶道苦之前呢，那也是一样，就是要先做到加行。那加行6法做完，加行6法里面呢，就是一直到安觉其行的部分呢，那我们做完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先开始思维。那在思维的时候呢，就是要先去思维到说，我们思维三恶去苦呢有怎么样的胜利，那不去思维三恶去苦呢有什么样的过患。那思维的方式呢，就是先去想到说呢，今生呢，就是当我的肉身死了之后呢，那并不表示说心的续流就断掉了。那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事呢，它同样的会去投生。那投生的时候呢，就是唯有2个地方可以投生，要么就是善趣，要么就是恶趣。但是至于是投生到善趣还是投生到恶趣呢，我自己呢是没有自主的能力。那取决于谁呢？就是取决于我们所造的善恶业，或者说我们所造的黑白2业。那所谓的黑业呢，指的就是善业；那白业呢，指的就是善业；那黑业呢，指的就是恶业。所以呢，是决定说我们所造的善恶业呢，然后决定说我们到底是投生到善趣还是到恶趣。那为什么说这是没有办法自主的呢？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可以自主自己想要投身到善趣还是恶趣，自己能够自主的话呢，那肯定是没有人想要投身到恶趣去的。那如果是由善业和我们所造的恶业呢所决定的话呢，那我们可以思维到说，就是从无始以来，或者说不要说从无始以来，光我们今生呢所造的这些恶业呢就非常的多，无论说像是我们就造了无边的这种罪堕。所以透由呢这里去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光今生呢所造的恶业呢，就是非常的强猛，而且呢是非常的大力。那我们偶有善行呢，偶有行善的时候呢，但是这些善行呢的力量呢，其实也不强烈，都没有什么力量。它好像就仅仅呢具备善行的影子之外呢，甚至连呢善行呢都称不上。所以呢，假设我现在死的话呢，那决定呢堕入恶趣。那这个时候呢，想到这边知道说自己必定会堕入恶趣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想要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呢，可以让我不投身到恶趣去？那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修持呢，才能够不用投身恶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先讲到说，如果我们不想投入到恶趣的时候呢，那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到三恶趣的痛苦，就是好好思维三恶趣的痛苦之后呢，然后对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对三恶趣的这种痛苦呢产生厌离，就是感到害怕、感到怖畏，然后你完全不想投身到三恶趣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呢，你就不敢造恶，不想要投身到三恶趣去。所以为什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说，这里呢，我们要视为三恶趣苦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因为唯有我们内心呢，真实对三恶趣的痛苦呢有所感受的时候呢，你才会升起强大的厌离心，然后才会策立自己呢，在不堕恶趣方面呢，然后去做努力，好好的修持。那我们要思维三恶趣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三恶趣呢，就是所谓的地狱、恶鬼还有畜生呢，那这3种呢，就是称之为是三恶趣。那对于说三恶趣它的痛苦呢，就是我们不广解，我们不会广讲，然后我们就是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地狱呢有哪几种地狱，那恶鬼呢又分为哪一些？那我们就是对于说数目上面呢去做一些理解。那
或者说就是在地狱苦里面呢，我们就讲述说，就是最轻的就是等活地狱的痛苦。那其他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知的话呢，那大家可以多去阅读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论点。那我们呢在讲述地狱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地狱呢就是分为呢就是热地狱、寒地狱，然后禁边地狱，还有独一地狱这4种。那热地狱呢又分为8个热地狱，那寒地狱呢也是分为8个寒地狱。那我们在讲述禁边地狱的时候呢，那禁边地狱的时候，它就是在地狱的4边呢，就是每个地狱的旁边呢，它都有。所以呢，这样总共加起来呢，禁边地狱呢是有16个禁边地狱。所以地狱其实我们仔细去分的话呢，又分为就是这么多种不同种类的地狱。那我们在讲呢，就是有8个热地狱。那8个热地狱呢，它分别呢，就是第一个呢讲到说是等活地狱，那第二个呢提到说是黑神地狱，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是第3个地狱呢是众合地狱。那众是大众的众，那合呢是合作的合，众合地狱。那第4个呢是嚎叫地狱，第5个呢是大嚎叫地狱，那第6个呢是烧热地狱，那第7个呢是极热地狱，那第8个呢就是无间地狱。那这就是呢8个热地狱。那寒地狱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寒泡地狱，那第2个呢是泡裂地狱，那第3个呢就是它是以叫声，就是冷的时候被冻到的那种差别的叫声呢，然后去做它的分别。所以第3个呢是提到说叫做彻阿刹地狱，然后第5个呢是呵呵婆地狱。那这些就是说我们冷的时候呢，就是所发出的声音。那第5个呢是提到说虎虎婆的地狱，就是我们嘴巴呼呼呼的这种声音。那第6个呢就提到说是青莲地狱。那第7个呢讲到说是红莲地狱。那第8个呢讲到说是大红莲地狱。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呢，就是等活地狱。那等活地狱呢，它讲述到说，就是在以地表呢往下算的话呢，它是在地表呢，就是32000余善那之下呢，就是32000余善那是一个距离的长度。那经典里面说是指说32000余善那下面呢是有等活地狱。那从此呢，就是从32000余善那是有等活地狱。那从等活地狱开始呢，就是每次4000余善那呢，就是依次开始有黑神地狱、综合地狱等等呢，就是每一个的间隔呢都是4000余善那。那我们现在讲述说呢，就是如何视为等活地狱的痛苦。那第一个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我们刚讲到呢，就是我们要视为，就是当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所有的医药呢都没有任何的效用，所有的修法呢也都没有任何的效用，那只能看着自己的呼吸呢，然后越来越短促，越来越急促，然后呢最后就死亡。那在临终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强烈呢感觉很冷的感受，就是我们要投身到热地狱、第一个地狱等活地狱之前呢，那个时候呢，临终会有这种非常冷的感受，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呢就会升起一种很想到热的地方去。那这一种呢，就是会被我们在讲述12缘起的时候呢，会讲到说第8支爱之，还有第9支取之。那这种就是贪着热的这一种呢念头呢，就会透由爱取呢所滋润。那透由爱取所滋润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就会投身到就是等活地狱的中阴身。那投身到等活地狱的中阴身的时候呢，那投身的时候呢，头脚呢就是颠倒的，就是我们一般是头在上，脚在下。但是当你变成等活地狱的中阴身有情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头脚颠倒。那不仅仅是头脚是颠倒，而且内心呢会产生强烈的这种害怕。那投身到中阴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中阴死了之后，那就是投身到等活地狱。那投身到等活地狱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那刚投身到等活地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有
意念前世的这种神通，自然而然呢就会有意念前世的这种神通。那意念前世这个神通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透由神通呢，然后观察到说呢，因为呢我在人世的时候呢，我获得这个人生的时候呢，我不好好的修行，那我都是在一些恶法上面呢努力的缘故。那因为造下了这样子的恶业的缘故呢，所以我现在呢投身到地狱，投身到等活地狱。就只有第一刹那的时候呢，会升起这样子的念头。那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呢，我们这意念前世的这个神通呢，它就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唯有痛苦之外呢，我们再也想不起就是前世的种种。那投身到等活地狱呢，因为我们前世所造的恶业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只要投身到那边呢，我们看到同样都是等活地狱的有情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在那里的有情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呢，你看到他就会把他当成敌人，然后一看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强烈的嗔心。那产生强烈嗔心之后呢，那我们手中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变现出各式各样的武器，无论是刀子或者说剑等等的，然后武器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在手上。那这个时候呢，彼此呢就会互相的砍杀，互相的砍击，然后直到呢把对方砍成一块块呢，然后最后死亡为止。那会不断的经历这个过程。那刚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投身到那里之后呢，那彼此呢会拿着武器呢互相的砍杀。那砍杀到最后呢，就是死亡的时候呢，那空中呢又会发出一个声音说尔等复活。然后听到尔等复活的时候呢，那在地上呢，就是这些区块呢，还会全部聚拢，然后身体又恢复，然后恢复之后呢，又是彼此互相的砍杀，所以以人寿一天的时间呢，就可能呢，就是要这样死个上百次，然后死了上百次之后呢，要复活个上百次。那至于说呢，就是等活地狱的寿命呢有多长？那就是呢，把四大王天呢所有的寿命呢，就是四大王天它的寿命有多长呢？那这个寿命呢算作一天。那以这样一天呢，然后30天呢叫做一个月，然后12个月呢叫做一年。那这样加起来呢是500年，就是说以等活地狱的寿命来说呢是这样的500年，所以他们的一天。他们的年呢是这样子算的。那以人寿来说的话呢，就是总共就是等活地狱的一天呢，等于是人寿的100万年，就是一后面6个零，所以等活地狱的一天等于是人寿的100万年。那等活地狱呢，它的寿命呢是500年。就是以他们的500年，不是人寿500年，以他们的30天为一个月，然后12个月为一年的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呢，他们的寿命呢是500年。那这个寿命呢500年，就是以人寿来算的话呢，那这个数字很大，就是一后面呢有12个零，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就请大家自己去算。一后面12个零，那就是以藏系的数学的算法来算的话呢，他们是从个十百千万去计算呢，他们最大的位数呢可以算到就是60个零，他们最大可以算到有60个零。那不过呢，一般就是用到100万跟1000万之后呢，那顶多就是到亿啦，后面的数字就已经很少人会去算了。所以以这个来算的话呢，就是以等活地狱的寿命来说的话呢，那大概就是人寿呢就是1，然后后面加12个零的这个长度。所以呢，我们在思维了就是等活地狱的痛苦，还有说投身到等活地狱呢要多长时间之后呢，那我们就是对顶门的和世尊体性无二的上师呢，然后做祈请，然后祈请上师的加持。那这个时候呢，就观想呢，就是上师呢，就是从身上就是也是降下了5色的甘露，然后呢融入至他一切的身心，然后呢将我们过去世呢就是所造过去世还有今世呢所造会投身到等活地狱的这些罪堕呢，能够完全的净除。那为什么要做这样思维呢？因为我们去思维到说，如果呢我现在如果不去将投身到等活地狱的这些罪堕呢给净除的话呢，那我只要死时的时候呢，那必定会投身到等活地狱。那
透由这种思维呢，然后去思维到就是心中呢产生对于投身到等活地狱呢，然后产生畏惧。那因为畏惧的缘故呢，我们就会去寻找说呢，如何呢才不会投身到，才能够遮止呢，就是投身到等活地狱的这些方法以及方便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唯有好好的修持，那就是呢对顶门的上师呢做祈请之后呢，然后观想。放下甘露之后，然后能够将我过去以及现在呢所造一切投身到等活地狱的这些恶业呢，都能够尽除。那包括所有的恶业以及所有的罪堕呢，都能够完全的尽除。那所以呢，我们在了解了等活地狱的痛苦之后呢，那像等活地狱之后的，像是黑神地狱，那还有众合地狱，那嚎叫地狱、大嚎叫地狱。烧热地狱、极热地狱，还有无间地狱呢，那它所有的痛苦呢，以及寿命呢，都是倍数的增长。就是黑神呢，又比黑神地狱的寿命以及痛苦呢，是等活的2倍。那同样的，第3个呢，众合地狱的痛苦呢，又是黑神地狱的2倍，就是它是以倍数的增长。那同样的呢，就是寒地狱呢，也是一样，寒地狱它的痛苦呢，以及说它的投身到寒地狱之后呢，在那边的寿命呢也是非常的长。那我们透由这样子思维的时候呢，会发现说这一种的痛苦呢是我们完全所无法忍受的，然后由此呢而升起对于说地狱苦的这种畏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第2个呢是畜生的痛苦。那在讲述畜生痛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呢，畜生呢它其实呢又是分为2种。那一种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就是所看得到的这种，畜生的痛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畜生呢，他所安住的这个住处呢，那在那边呢，讲说是在大海的深处。那边的地狱道的那边，畜生道的有情呢，它就像我们在仓库里面堆积麦子一样呢，是一个叠在一个上面的。所以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可以活动的空间。那这种呢，是属于痛苦较大的这种，旁生道，也就是畜生道的痛苦。那我们在人间呢所看到的这些畜生的痛苦呢，算是比较轻的畜生的这种痛苦。那同样呢，我们在思维畜生的痛苦的时候呢，那也是分为5种方式呢去思维。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他们是互相吃来吃去的这种痛苦，因为他们是一个叠一个的缘故呢，所以等于是张嘴呢就是吃旁边的这些畜生的这些身体，所以呢，他们也第一个呢就是互相吃来吃去的这种痛苦。那第2个呢，就是我们讲的鱼吃的痛苦。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是寒热的痛苦。那第4个呢，提到是饥渴的痛苦。那第5个呢，就提到说被劳役，就是被人类呢就是使唤，然后驱使的这种痛苦。那在讲述说畜生道的5种痛苦里面呢，那第1个呢就讲到说就是互相吞食的这种痛苦。那互相吞食的这种痛苦呢，那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是虎啊、豹啊、狮子啊这种动物呢，那肉食性动物呢，它就是同样呢会去猎杀，就是其他的这些动物。那同样的呢，那以鸟类来说呢，那大鸟呢，它就会去吃昆虫或是其他较小的这些鸟类。那这些呢，是我们平常呢也就可以看得到的。那所以第1个呢是互相吞食的这种痛苦。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鱼吃苦。那鱼吃苦呢是所有畜生道痛苦里面呢，然后最重的一种苦呢，就是讲到说是鱼吃苦。因为鱼吃这个痛苦的缘故呢，所以呢，畜生道的有情呢，他不能够了知前后事，他也不知道呢善恶取舍，他没有办法了知到呢种善因可以得到善果，然后呢，因为苦因的缘故呢，会感得种下恶因呢，会感得苦果的这些道理呢，他是没有办法了知的。那通常呢，就是在讲述善恶趣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有2种解释的方法。然后一种呢是以痛苦强烈的程度来说的话呢，那以痛苦强烈程度来说，那讲述的方式就是依照着地狱、恶鬼、畜生的次序呢来做讲述。那在这边呢，先讲述地狱道，然后地狱道讲完之后呢，不讲恶鬼道，讲畜生道痛苦的原因呢，就是以畜生道这种鱼刺的痛苦相较起来呢，它其实是比恶鬼道呢还要来得更为的严重。因为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我们想要西陀解脱，或者说获得解脱的障碍呢，第一个呢，
最严重的障碍呢，就是提到说是邪见，具备邪见的人。那第二种呢，就是讲到说是畜生道。为什么第二个会排畜生道呢？就是因为说畜生道呢，还因为愚痴的缘故呢，所以他无法了知善恶取舍。那也对于说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呢，无法了知的缘故，所以他无法呢去积聚，就是获得安乐的这种善因，他没有办法去积聚。那同样的，他也没有办法去断除呢，就是避免投身到，避免获得恶果的这一种苦果的这种恶因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断除。那乃至于说呢，有最愚痴的这种畜生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分辨到说呢，就是这个人呢，人类呢，把他牵去呢，到底是要是杀他的地方呢，还是要把他牵到去就是要放生的地方呢？他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辨的。或者说呢，这个主人呢，到底是要把他带去呢，就是带去给他有草的地方呢，去给他吃草，或者说要把他带去屠宰呢，他都是没有办法分辨的。所以从愚痴的程度来看呢，那会把畜生道呢放在第二个。那原因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以我们就是障碍我们获得解脱的第一个呢，就是除了具邪见者之外呢，那第二个就是畜生道。所以在这边呢，就先讲述畜生道。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畜生的第三种痛苦呢，就提到说，就是忍热的痛苦。那因为畜生道的有情呢，它可能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呢，然后就被冻死。那在很热的时候呢，夏天很热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被热死。那这种呢，就是畜生道呢，它是寒热的这种痛苦。那饥渴的痛苦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说畜生道有一些有情呢，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获得食物，或者说喝的水，所以呢，他们会有这种饥渴的这种痛苦。那最后呢，就讲到说，就是被劳役的这种痛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像是牛啊、驴啊，或是大象，或是马这些呢，就是常常会被人类呢，就是来就是奴役他们，像是让他们去种田啊，或是负重，或者说呢，当做交通工具呢，就是在上面做骑乘。那以驴子来说呢，那驴子往往都是背那种很重的重物。那重物背久之后呢，那因为长期的这种摩擦呢，那它的背部呢就会受伤，然后呢还会化脓。但是呢，它因为愚痴呢于是的缘故呢，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表达到说呢，我现在我的背部呢受伤了，所以我很痛苦，是否可以让我休息一段时间呢？不要在这段时间不要奴役我。那他也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表达，所以他这种痛苦呢，就只能一辈子呢忍受这种被奴役的痛苦。那即使受伤呢，他也是照样要去扛这些东西。那这些痛苦呢，都是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那乃至于说呢，就是人类呢会为了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安乐呢，然后呢去伤害这些友情。像比如说呢，我们会因为说呢，想要吃的健康一点呢，然后去伤害这些生命，或者说呢，会把一些就是药用的缘故呢，然后会去把动物的这些头上的角呢，然后给摘除下来，或者说为了自己能够保暖的缘故呢，会把动物的毛皮呢给剥下来，或者说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呢，然后会去伤害动物，然后要喝他们的血等等。所以呢，他们也因为各式各样的这种原因呢，然后会被人类呢所伤害，或者说自身的一些具备一些价值的缘故呢，也因为这些价值呢会被人类呢所伤害。那对于说畜生道的寿命呢，那畜生道寿命呢是没有决定的。那有些畜生道的寿命呢非常的短，那有一些呢像是龙类，就是像说龙王，像是欢喜龙王，还有像是晋喜龙王。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供龙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供龙供的对象。那像是欢喜龙王呢，还有晋喜龙王呢，就是经典里面有提到说他们的寿命呢大概有一中节这么长。那一中节时间呢，对于人寿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长度，所以长的呢，它可以到就是一中节的这种长度，那短的呢就是非常的短，所以他们的寿命呢是没有决定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恶鬼道的痛苦。那恶鬼道呢，它同样呢，也就是分为两种。那这两种呢，就是提到说，第一种呢，就是在恶鬼呢，就是生活在就是恶鬼的，就有一个类似，他们有一个类似，国王，类似一个
王国，这样恶鬼的王国。那投身在恶鬼王国里面的这些呢，就是提到说是在他们本处，就是在恶鬼本处的这些恶鬼。那恶鬼本处的这些恶鬼里面呢，就提到说，像是以里面的这个恶鬼王来说呢，他的隐业呢是恶业，但是他的满业呢却是圆满的，却是好的，却是善的这一种。所以有提到说呢，就是在恶鬼王国的这些恶鬼。那另外一种恶鬼呢，就是它并不是在恶鬼王国里面，那就像是说，人道里面呢也会有这些恶鬼。那就比如说我们讲的像一些某一些的地旗啊，或者说山神啊等等的，有一些呢也是归类是为恶鬼。就我们一般在讲述恶鬼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又分为就是六种痛苦。那这六种痛苦里面呢，就是提到说就是饥渴的痛苦，然后呢还有寒冷的痛苦。那还有其他呢，就是另外就是像是口中就是没有办法吞食等等的这些痛苦。那虽然说呢，就是有这六种痛苦，但是这六种痛苦呢，又可以收摄成就是三种，就是我们讲的说是外障的痛苦，就是外面的障碍、外障的痛苦，然后内障的痛苦，然后还有就是喉结的这种痛苦，具有喉结的这种痛苦，就是这六种痛苦呢，又可以收摄到这三苦里面。所以呢，饥渴的苦里面呢，就是分为具外障、具内障，然后还有呢具喉结。那在讲述具外障的时候呢，就讲述到说，恶鬼呢，他比如说看到远处呢，就是看到前面有水，或者说有些食物的时候呢，那恶鬼到那里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说这些食物呢是被其他的这些守卫，就是狱卒呢所守卫这些食物，然后不让他们吃。那或者说呢，他们远处呢看到河流的时候呢，那他们心中会非常的欢喜。但是他走到近处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河水呢就是全部都干掉，然后里面呢就是充满了这种污泥，然后脓血之外呢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看的时候呢就感到恶心厌恶之后呢没有办法的去吞食。那不然呢就是看到说呢就是树木上面呢就是有这种丰厚的这些结了很多的果实。那等到它到近处的时候呢，那这个树木呢就会发现说，这树木呢干枯，然后所有的果实呢全部都枯萎，所以他们也吃不到东西。那这种呢都是所谓的外障，就是外面的这种障碍。那饥渴的第二种呢，就提到说是具内障的这种痛苦。那具内障痛苦呢，是恶鬼呢本身所具备的这些苦。那就提到说呢，具内障的这种恶鬼呢，它的头呢，还有肚子呢，都非常的大。那它的手跟脚呢，非常的细。那它的喉咙呢，也是非常的细。它的喉咙呢，就跟我们的针一样，就像缝衣服的针一样，非常的细。所以这种的恶鬼呢，它因为喉咙呢，脖子和喉咙非常纤细的缘故呢，那它即使呢拿到食物的时候，它也没有办法吞咽，因为非常的小。那即使呢，它能够把这些食物吞下去呢，那因为肚子很大的缘故呢，所以吃下去之后呢，它只会觉得越来越饿，越来越饿之外呢，它不会有任何的饱足感。那也因为呢，它的头呢，还有肚子呢非常大的缘故，然后手脚又非常的纤细，所以呢，它会没有办法站立。那没有办法站立，这样无法呢，就是去寻找食物。那这种状况的恶鬼呢，是属于具内脏的恶鬼。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是说，它是因为就是业所感的一些痛苦。那这种业所感的痛苦呢，就说像刚刚所讲的，它除了呢就是喉咙呢就是非常纤细之外呢，那它吃下去的食物呢，因为过去业感的缘故呢，所以它只要一吃呢，它的口或者是它的肚子呢就会冒烟，就会冒出这些火，然后把这些食物呢都给烧焦，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呢获得饱足。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恶鬼的呢另外两种痛苦，那也就是冷热的这种痛苦。那讲到冷热痛苦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在恶鬼在夏天的时候呢，那被夏天晚上的月光照射到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灼热，非常的炽热。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呢，他会靠近火呢，或是
被日光所照射到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寒冷。那以我们人来说的时候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被月光照射到时候呢，会有清凉的这种感受。那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靠近火或者说被日光照射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种温暖的感受。但是呢，恶鬼刚好是颠倒的，它在夏天呢照射到月光呢，会觉得非常的炙热。那在冬天的时候呢，晒到太阳或是靠近火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寒冷。那恶鬼呢，最后的2种痛苦呢，就提到说是辛劳的痛苦，就是因为呢，恶鬼因为果报的缘故呢，所以长时间呢都找不到食物的缘故呢，所以他的皮肤呢会变得非常的干，然后非常的干燥，然后呢，就是像我们一般所讲，就是皮包骨，就会觉得它就是骨头外面呢包层皮之外呢是觉得没有肉的。那因为没有进食的关系，又长期在寻找食物，所以非常的辛苦。那他因为也没有吃到东西呢，所以他关节在走路的时候呢，关节都会互相摩擦，然后发出这种臭的这种声音。那这是辛劳的痛苦。那最后面呢是部位的这种痛苦，就是恶鬼里面呢，那有权势有福报的恶鬼呢，和没有权势没有福报的这些恶鬼，那没有福报的这些恶鬼呢，看到这些具福德的这些恶鬼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感到部位，而且呢会害怕，他们会对这些呢产生恐惧。所以呢，把恶鬼的6种痛苦呢合起来的话呢，就是讲到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饥渴2种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冷热2种苦，那以及最后面呢就提到说辛劳和部位呢，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6种的痛苦。那以恶鬼的寿量来说的话呢，就是人间的1个月呢是他们的1天，那以这样1天来算呢，然后同样是30天为1个月，然后12个月为1年。那恶鬼的寿命呢是以这样来算呢是500年，所以以人寿来算的话呢，那恶鬼的寿命呢就是人寿的15000年。那接下来呢就稍微讲述一下呢，就是投生到三恶趣的因。那我们在讲述说投生到三恶趣因的时候呢，那一般总的来说呢，就是对于说我们造下了这种强烈的12业的时候呢，会投生到地狱。那造下中等12业的时候呢，就是会投生。那这边有2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恶鬼，有的说是畜生。那以现在这种方式来解释呢，就是把这种愚痴的痛苦呢视为较重的话呢，就是以我们现在讲述的方式的话呢，那就是中的呢是会投生到畜生道，那最后面呢就是12业呢就是小的这种呢，就是大中小里面呢犯下小的这种呢，那就是投生到恶鬼道。那如果是以痛苦的程度来说的话呢，那当然重的呢就是投生也是地狱，那中的呢就是投生到恶鬼，那轻的呢就是投生到畜生，那是这样子的分类。那在讲投生到恶鬼的因的时候呢，就除了刚刚所讲的12业的轻中重之外呢，那还有比如说像是如果是我们在寺庙里面呢，就是偷像是酥油灯，或者说呢偷取三宝物，或者说呢对于一些友情呢因为贪爱的缘故呢而杀生呢，那这样子呢会堕落到寒地狱。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像是直接烧这种尚未死的这种生命，就是活生生的生命，然后我们去烧，就是用火烧它的话呢，还有说像是破坏寺庙呢，那这种呢会堕入到热地狱。那畜生道呢会投身到畜生道呢，就是不恭敬说法师，还有说不恭敬佛法。那以及呢，像是我们去辱骂出家人，说出家人指责出家人呢，然后说你像猪啊，像狗啊，就是用这种不好的言辞呢去辱骂出家人呢，那这种呢都是投身到畜生道的因。那最后呢，投身到恶鬼道的因呢，就是我们是吝啬，然后不布施呢，就是对这些呢来对我们乞讨的这些友情呢，那因为吝啬呢而不布施呢，那这种呢就是会投身到恶鬼道的因。那除了上述所讲的这些呢，那投身到恶鬼的因呢，还有讲述到说，就是别人在布施的时候呢，那我们去就是阻挡别人的善行，就是阻止他呢去行布施，或者说呢，对于父母还有上司呢，就是不好好的去供养，那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就是拜托你帮忙呢，就是请你转达能够去供养三宝呢，但是我们不转交给三宝，或者说呢，
转交给三宝的过程之中呢，就是没有如实的转交，然后做了一些在其中呢，就是做一些手脚的等等这些呢，那这些呢都是能够堕入到恶鬼的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回就是安乐道论的最后一段。那我们刚刚呢，就是已经讲述到说，如果投身到地狱的话呢，就是除了像是忍乐的痛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痛苦。那我们刚刚所讲述的呢，就是等活地狱的痛苦。那除了等活地狱的痛苦之外呢，那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地狱的痛苦。那恶鬼道呢，我们讲到说，除了饥渴的痛苦，那说饥渴等还有其他的痛苦呢，就讲像是刚刚所讲的饥渴，然后还有寒冷，还有像是部位啊等等的这些痛苦。那畜生道呢，就讲到说像是鱼吃，然后一个呢吞噬一个，一个吃一个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些痛苦呢，那这些痛苦呢，就是我们难以忍受的这些巨苦。那也因为呢，就是投身到恶趣去之后呢，那所要感受的这些痛苦呢，是我们难以忍受的，所以难得我们现在已经获得了难得，然后难得而得的暇满人生，且义大的这个暇满人生呢，我们此刻呢已经获得的缘故，所以透过这个暇满义大的这个暇满人生呢，我们必定呢可以获得呢，就是能够断除所有恶趣苦的这种上师或者是佛的果位。那为了获得如是的能力呢，所以我们祈请上师的佛的加持，然后以祈请的缘故呢，就是顶门的上师呢，就是降下了无常甘露，然后净除呢治他一切有情心绪中就是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那特别呢，就是证得他能断除所有恶趣苦的这种佛果位的这种障碍、疾病，还有非人的这些干扰呢，心能够净除，然后身体呢能够变为澄净光明的体性，然后寿命福德一切功德增长。那特别呢是其他相续都能够升起正德，堪能断除就是恶趣苦的这种佛果位的这种特殊所证。那这个呢就是如同之前呢已经讲到的，然后我们就是做这种降世甘露的观想。那今天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没有办法做问答。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已经讲述了共下士道里面呢，那共下士道的正行里面呢，就是分为4个科判。那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念死无常，以及现在呢就是思维恶趣苦。那今天呢就是只讲了就是去思维恶趣的这些痛苦。那不知道呢就是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是呢就是虽然是这个样子呢，但是思维恶趣苦呢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因为我们唯有呢仔细的去思维恶趣苦之后呢，那内心对于投身到三恶趣呢感到部位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呢如实的去舍恶取善。因为我们知道说轮回没有开始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过去世的时候呢，必定是造下了无数就是投身到恶趣的因。那不仅仅是过去世造了无数投身到恶趣的因，那我们今生呢同样也是造下了无数会投身到恶趣的这些因。那所以我们该感到庆幸的是呢，是我现在呢还没有死，所以在我还没死之前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透由势力忏悔呢，好好的去做忏悔，透由势力呢，好好的忏悔，然后再了解了就是透由思维三恶趣的这种痛苦之后呢，然后对恶趣感到部位，所以内心升起如实呢舍恶取善的这种心。所以呢，再小的恶行呢，也要尽力呢，尽我的所能呢去断除；然后再小的善行呢，也要尽我的所能呢，然后去承办。然后也因为我们有了真的想要升起如实的舍恶取善的这种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到后面呢才会升起更强烈的心呢去皈依业果，然后也才会升起更强烈的心呢，然后去更强烈的心呢去皈依三宝，然后也会升起更强烈的心呢，然后去深信业果。所以呢，思维恶趣苦呢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然后以及呢思维无常。那今天因为时间呢没有办法做问答，那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可以课后的时候呢，然后再收摄的就是在发问。那我们下一堂课呢就再来做回答。